噔噔，创啥？你创啥？噔噔噔噔啊，我练歌啊，练歌创啊？等下可能来宾会用着啊。来宾会用着，你无要跟我练，你要跟来宾用。好好好，无你先等下一下你练习的成果来，我听看觅。好哦，我来，进来吃，食啥？看香看大声，食物件遮大声，咱做伙发出快乐心情。食物件做快乐会对啦，但是现在比较大声。喏，你用个乱去啊啦安！怎啦？无到底是啥？第一句是啥？进来吃，哦，毋是进来食啊，毋是食，哦你我知你规头壳内拢是食的。听朋友啊，咱会感情像都唱即条歌哈。会问来宾，但是这是咱的版权的，咱也是咱会使囥原版的。会当会当，无咱问看觅，问看制作人。这种讲 OK， OK 哦，你已经问好啊哦。我替你答应了哦，啦。你这心机有够重的呢，听众朋友，你听看下白边唱的甲敢是紧来食哈。哇，咱的 Podcast 第一届要囥一条完整的歌呢，对呢，有够感动的啦。感动呢。还是你要搁唱一届？无啊，咱就听迄原版的就好你啊。唱一个，听众朋友遮都分别啊，无你拄则去讲你去互我影响着，无差啦。即个啊，紧来食。食啥？好啦，你就互咱继续听听落去。落去。唱袂落，唱袂落啊！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开的 Podcast 部。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这部会透过对话来小甲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一批用台语念出来的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。欢迎。哦，家都老了咧，这个房间青春，这个房间汹涌变甲的空气做稀微，老了啦因。为家都侪人来数那空气。嘛，这加一位讲安尼。平时是一个来宾呐，即摆是一个三个来宾呐，所以加两个人。我都这少年妹啊，讲起来是像个少年。我18岁、19岁，请问恁几岁？我拢15岁呢。回完的，恁老爸老母有对得来啊？有啊，爸爸妈妈做回来哦。差不多啦，爸爸妈妈。拄则外口迄是恁老母呀？系啊。家长伫外口啦。哦，家长伫外口呀，无阮咱的节目非法哦。哎，好，来，咱先请讲话出声的这个人先来自我介绍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菜家内底建武，我今年24岁，也是唯一的查甫。你毋是讲你15岁？即摆佫变24岁啊。其他的改变定着。哦，好。平常时你敢伫厝咧讲台语？我就正讲台语的呢，因为我高雄人嘛。高雄人是。嘿，然后我自细汉拢是甲阿嬷讲台语，搬来台北嘛，对，足久无讲啊，所以有淡薄无练转啦。哦，这是你的借口对吗？无人参与讲啦。因是啊，因菜鸟一阵做伙的时阵会使讲啊，起起楚楚啊。敢是互相无话通讲，还是因有心结？哦，去有发现啊！阮遮无录影啦，所以看袂出像看像啊。哪咧我内面有玩家呢？是了，小看啦，小看哦，敢有拍起来？我想要看迄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相拍，迄做好看。无啦，无啦。这做定敢知影？这做定敢知影？你会甲这讲出来？好亲像毋知影吧？好，安尼想要请问讲，你伫咧参加这部进前是做啥物工课？我其实是一个运动员啦。运动员。我自细汉就是拍排球的。拍排球。然后一直拍到今嘛。听起来足疼。然后变迄个教练安尼。哦，排球教练安尼，所以你会使跳足悬的对无？系啊，即摆会使调节无？即摆可能无我在天崩，互你崩一个啊！崩会掉，翘起来就崩会掉啊！伊做摇摆呢，好，咱后一位，讲笑的后一位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慧文。嘿，平常的时阵就是转去那边，还有阮爸爸打电话给我的时阵，会用台语开讲。哦，那边伫倒位？台湾的上南边对无？我袂讲出来，就甲大家讲出来。你进前住伫屏东，你是为着参加阮的节目才搬来台北晓？无啦，是要读册。哦，所以毋是为着阮就对啊。好啊，我知影。伊一年无想着讲来这个节目会我问这种奇怪的问题，所以你在参加节目进前是咧读册？对，我即马伫台湾大学读国际企业所。哦，伊是咪替学校拍广告要甲逼掉？都在心了。讲出来。无啦，我即摆嘛有参加即个舞团叫做 Fantastic。伊个咧替舞团拍广告，甲逼掉啦！咱敢有讲你来时阵工商服务伫上下骹呢？你真的咧介小心。
还袂到。啊，好啦，歹势歹势。无啦，讲笑啦，真古锥。上爱欺负即种古锥妹啊。好来，因随甲迄麦克交互后一个人来，后一个人来自我介绍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兴，我是中华永靖人。你想要不爱讲英正，你安尼我不爱详好啦，细。永靖人，我遐拢讲永靖啊，毋是是英正，我好无？拢讲永靖啊。我原林人，你是要甲我骗啊？你会晓讲迄句哦？英正的鸡仔边，知练练等等，你这改过啊？你这改过，好有意思。伊拄则毋是安尼讲的咧，现场每一个拢是在做证的，哪会安尼啦？你讲你妈拢安尼讲哦？系啊，阮厝诶拢安尼啊。啊，你敢有听你讲英正啊、练练啊、英前啊？因前无听过，是你无你甲别人开讲？无人要甲我讲话，超可怜。讲笑的啦，英正人啊，你平时伫厝教你讲台语，甲阮母安尼冤家诶时阵诶，冤家的时阵用台语，冤家才会讲台语安尼是一个无语者呢。你知影就是要喏试验讲你的无语是啥物？你就是去用惊着，还是讲你受气，还是你要跋倒进前，还是讲骹砖头去踢着迄倒仔的时阵，第一句诶，第一句话讲出来，都是你的，就是你的无语。结果因等下全部讲的话，咱拢袂使报。这我诶无意。全问讲你在参加这部进前是在做啥物工课的？我出社会后，我一直拢是咧唱歌跳舞诶。是哦，你看起来无几岁呢？我即马22岁， 20，就少年啊，啊因拄则用搞改壁顶，迄绯闻拄则无讲着几岁呢？报者。哎，真无想要讲啊，但是哦，跳过跳过，25岁，你嘛25岁赶快。哦。哦，我拍谁？条面会使听出伊现场的关系，阮就知影因对讲。你会真要伊哦。对对对，主持人就是18岁到19岁，安尼恁知就好。因看到迄咱手的通告会，因拢毋敢讲话。你讲你是歌手爱跳舞，看人啊你都会使看到。我以前是女团，女团我做4年的女团，哈叫平放啊对，即马毕业啊，哦，所以迄团个伫咧，无伫咧啊，所以规团毕业吧。嘿，拢毕业，阮全部拢毕业，8个人都毕业啦。哦，我就是甲迄48共款，你人会使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。阮就是全部拢毕业安尼。啊，啊，你的爸将就做毋甘的。啊，毋过因嘛是拢足支持阮的，就是阮后来咧创嘛是拢会出现啦。去倒位对到倒位嘿，啊？你行大对到大，你要确定哦，这毋是操蛋的哦我。讲真诶啦，真的人在晓白你看无呢？咱是毋是爱踩一支卡梅拉去？对啊，奇怪，恁三个拄则袂叮当啊，真安尼开始好问了，真趣味呢吼。就是啊，我以前啊就爱看迄玩够拿。我在逼，这样比掉哦，有台这么啊，袂使无要紧会使讲，袂使讲，阮会甲头前比掉啊。讲，阮会看你听 B1 我必须是用咧看。 B B1， B1，因为我拄仔听韩兴讲嘛，伊讲伊咧骂人的时阵会用台语，啊，我真爱看迄大家伫遐咧骂新妇的时阵。你要模仿一下无？我看你看起来就想要模仿的。你这奥查某，今仔日就甲你挂出去。哦，一点无歹，这大家听起来真温柔。对对对，韩英要表演节无？韩英是毋是想要表演节？哎，莫假啊，紧的啦！你知道讲你这拍查某啦，修派修派，奥查某，你不是讲拍拍查查某某啦？啦，即摆个变哎呀，修，你讲啊，今日这歹查某，歹查某，今日要甲你赶出去，好来哦，好。你这歹查某，今日就甲我死出去。哦，我毋是安尼哦，你就是安尼，听没有？迄就是韩的本性哦。后来，过来要问讲，当初是安怎想要参加这个海选？敢有想过台语的啦啦队？哦，为什么参加？你是做好歌是无？我无在做好歌真济哦。就是伫网络上看到有即个台语的啦啦队在做迄个海选，所以我就感觉敢若介趣味呢。而且是因为我讲我运动员嘛，对所以我知影啦啦队对运动员的重要性是安怎。我就讲嗯，无球员做介久啊，就无聊诶。但是球员毋是做介去用安尼乌演的感觉，啊，你想想家己爱跳舞，敢袂
迄个身份的转换是 OK。我是感觉即个是一个挑战的物件，啊，就会当试看卖，因为拢是互加油的，我去甲别人加油看卖。但是哦阮是台语的呢，你就想讲啊，我高雄的 OK 啦安尼啊。嘿啦，而且嘛是因为我拄仔讲过嘛，就是因为我足久无讲台语啊，我迄个台语即个物件是我甲我阿嬷堪做伙的物件。哎呀，这是咪这都人甲你讲的，无，这是我真的感觉，因为我阿嬷甲你讲。嘿，这是无啦，就是因为我感觉台语是一个会当互我转去细汉时阵的物件，要毋过我即马愈来愈袂晓讲台语啊，愈来愈袂练转啊，所以我讲即个节目是我介意的物件，而且佫是台语的，我想讲无来试看卖好啊。哦，好，这等下迄伊讲伊是为一个查甫的代志，咱较等下再来甲问。好，来换后一个，请回文。一开始的时阵嘛是看到讲台语嘛是感觉就特别的。嗯，阮爸爸最近也有甲我讲，嘿啊，台语会当表现出足侪物件的，像讲讲一句话，为香港买转来香真芳。对，你若是用国语讲，就无迄意思。对，我家己一开始的时阵是想讲，若是参加这个节目，会有免钱的饭会当食。对，当作生活较困苦就对啊。当作是参加迄，你安尼大家对屏东有一个奇怪的印象。原来住屏东的人囡仔无饭通食，伫台北生活无简单啦。对。讲台语的战车队，我的想象是，迄战车的歌词足有气势的。哦，就亲像讲，台语，对，就亲像讲，你拄则大家你骂人安尼。哎，对，啊，还有迄像台港遐正港上音上介出名。安尼，安这当然还是爱比。我考虑者，决定要比无。对，真好。爸爸会甲你讲台语的代志，你经常讲啊，我到时阵做台语的啦啦队，阮老爸若看这部的时阵，甲我讲啊，我这台语安怎无？无啦，要互伊看着。袂互伊看着，毋是这部播出来叫亲情50来看。因为我爸爸较保守啦，对啊，伊会看到你迄裙较短的时阵，对。啊，真假？但是啦啦队就是安尼啊，青春活力啊。但是我就无要互伊知影。然后没有你若有熟悉迄回文的，紧改两白讲。好来换汉音。好啊，紧啊！干啥？咱爸跟你讲的时候，你表情真济。我要讲的就是我迄时阵看到迄广告的时阵，我当作是咧演啦啦队的演员，结果咧收到第二届要甲制作人见面的时阵，我才知影这是一个节目。安尼哦，所以你是去用骗来的对啊？一波，无啦，是你看清楚，是你的目睭。无看，是不是打困醒安尼？对，嘿，我迄时阵有淡仔惊着。所以知影讲是一个节目了有惊着，想讲哈无买好咧。有两秒是安尼想诶，有位拄则有差不多是两秒。都有机会都来试看卖。啊，结果就即马伫遮。对哦，哎，你彰化人呢？为伊拄则看到来宾讲。这个韩星吼，佮彰化又佮是恁遐，我讲无你带问另外两个啊，无你较因为恁桃园的啊，无一个屏东的，一个高雄的啦。桃园人伫倒啦？无讲啦。恁团内底敢有桃园的？无，恁桃园的无人啦。可怜，可怜啦，无你去跳啊。啊，我知可能桃园较济客家人，对，楼骹啦。卖假去楼骹找温暖。第三条想要问讲，恁三个人啊，伫咧上即个节目进前，恁敢有介意棒球？棒球哦，你讲有介意无？对啊，你排球呢？排球甲棒球来对射啊！有淡薄啊呢。你看叫我发现因为我看棒球拢是我伫厝的时阵，阿叔就爱看棒球的啊，所以我就对咧看，要毋过我看无。我拢看无。排球就更较困难咧，棒球。无因为棒球就走垒啊，去拗硬。要毋过棒球迄个球场伤大，毋知要看倒位。伊会写啊，还有一个光光的啊，粒名书拢会约迄个人啊。对啊。是嘛？要毋过迄个球遮细粒，你去现场看，你嘛看无。基本上啊，排球较大粒安尼。我安尼讲咧，互人迄个球白白。
才会记得你是野球的战车队。对，那是你是内底为一个查甫，你的声安尼讲出来，大家就知啊。后摆出来，摕迄排球甲伊牵。讲笑的，因为你讲你较无你看嘛。但是你对即个球场的啦啦队的即个文化敢拢有熟悉？无呢，因为我网络上看到，就是迄个查某的啦啦队嘛，就是水水的就好啊，跳舞好看就好啊，嘿，拢迄个互人翕相去好看就好啊。我问一个问题，我看水查某囡仔就好，我想我看你，你是唯一一个查甫？因为我内面穿足少诶，这个会使播啊？你安尼还是这照你讲要穿安尼哦，迄毋是我啊。是哦，所以这是在讲出来哦。我唔知。对呢，伊伫咧路边跳舞的影片嘛是穿得得安尼吼。得得是我家己介意穿诶。我来是私底下就介意。私底下。哦，所以就是这个文化较无熟悉。拍节目了，才知影其实你爱足侪物件爱合适的，譬如讲，就是你的表情啊，你看到迄个球走去倒时，嘿，你着爱看去倒，而且互人翕的时阵表情着爱水，着爱好看。而且你搁爱搞伪装，搞迄个西装打扮家己，所以就这妹妹角你爱合适啊。哦，有影。你敢有上介意的先拜？就是咱的朱麒麟、若彤先拜，嘿，是安尼。伊无你听，伊无情是无你听。什么？伊无情是无你听啦，你会使老实讲嘛，给阮头听。无啦，干那伊尔啦，伊是我爱啦，安尼。爱较定哦。真的啦。你两个定爱讲别个哦。你两个袂当。袂使你两个袂当去讲啊！这是我的答案。袂使。好来，别玩起，别玩起啊！我爱听。其实我过去无咧看野球，我拢是看啦啦队底下咧跳舞较侪。哦，所以你有单独看啦啦队，但是你无看棒球。对啊，我咧耍手机的时阵拢会看到。了解。你嘛是来了才开始熟悉这啦啦队的文化。对啊，但是我在看迄影片的时阵，就会看到讲，因无管是落大雨还是足热的时阵，拢爱种有活力的为迄球员赞声。对，而且球走出去是讲球去用接杀的时阵，你就你爱对起来花，对，你爱对现场观众的情绪来起起落落安尼。好，你拄则我知你要抢答来介意的先拜是啥？好啦，好啦，你安怎？换一个丢毒的哈。介迄云溪先辈，伊咧跳舞的时阵，迄自信还佫有力量，会互人看着就感觉足快乐的。迄笑容。赞，所以你有想要介意就是学习就对啊。对。好，来阮等下期待你的力量。来，韩星，我无介意野球，毋过我会当讲，我是完完全全对野球是无概念的。我嘛完全无看过野球比赛。咱中华的人都笑的呢。我知影，进人车头。你拄则，你有看伊个表情哦，歹录啊！伊拄仔咧，我知影啊。现在这无录音啊，我来个放出来。这每一条拢做一个靠前头，拄则写一个记号。继续。对啦啦队嘛是无啥物了解。对啊，你以前是女团的呢，女团就是爱照顾你面头一阵。嘿，但是咱咧观众是安尼规排的呢。嘿，这就是我讲的，就是我感觉这个工课甲我以前完全无共款。淡仔像，毋过我感觉伊比阮搁较辛苦，因为伊爱拍力啊。吹风啊，对，伫户外啊，对呢，女团拢是伫咧冷气房内底。头毛啥物拢爱家己用啊，女团都是这个都有人家己画，家己用头毛。是啊，但是毋是有诶地下偶像诶，因拢爱家己画。伊讲我知啦，伊毋是地下啦，较晓摆换人画。恁敢知影恁的团员会安尼？差不多啦，拢是公主啦，我红太高的公主安尼啦。这部听起来足精彩，刺激。好，讲到啦啦队，就要问讲，就是你伫咧录影的过程，你感觉上困难的点是啥物？
听讲就是有带做伙的部分会当讲哦。伊拄则已经讲出来啊。我感觉要怎讲咧？因为我是唯一的查甫嘛，对是不？所以其实伫大做伙即个问题，就是对你来讲无问题，无啦，足侪问题啦。为什么啊？毋是家己一个带一间就好规。日你平常时拢请较少，就是因为拍即种节目的好趣味所在，就是大家为青婚到熟悉，然后到变迄个战友有一个友情。对。哦要毋过你一个查甫的，甲一段查某的，要带做伙即个是介趣味嘛毋对，要毋过就是查甫甲查某的，所以感情爱培养，就是爱个鼓励的，而且有安尼跳话题敢好。无听你讲啊，为就是一个开讲的节目。对，就是因为阮查某的宿舍是1楼，伫1楼啊，因是伫2楼，嘿，啊因大概要搬行李的时阵拢叫我，有啥物好处拢无要甲我叫。做抽档的这个对啊错，当诶，就是咧搬迄个足重的行李，因为伊拢是迄个嘛公主嘛，所以行李拢介济，迄重到要死，真正是我无咧讲我是上笑。爱听即种诶。真正我拢讲到我手要断呀。你有感觉你诶正边诶迄面有个淡薄疼，迄有2个人用目睭你甲你写。不要紧，我是安尼互写1个月去啊，因为阮带1个月去啊。是哦，哇，要毋过是介趣味啦。啊，这敢有可能带做伙带出感情来，看倒是种的感情，小台的感情。小台一定是有诶。啊，我想要看，爱无问汉兄，你有爱伊无？来，我知无好，无要紧，你没回答，你别回答。爱啦，袂有话，都袂话。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带做伙的部分是你感觉上困难的，跳舞迄啥拢无困难，带做伙上困难。跳舞其实还好呢，是哦，还因为我舞感袂歹，舞感哎哟，咱是咪发寒冬该？该摇摆安尼。所以你感觉你是所有内底跳上好的，无啦，无甲跳上好啦，就是前3名。有练习的会晓，有练习的会晓。哦，爱练啦。毋敢讲家己前3名就对了。因为安尼啦啦队规个拢会甲我骂，莫安尼吼。你今日会去，你今日会去搞个公主队死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好来，我感觉上难的是，因为大家拢有无共的背景嘛，嗯，咱性地嘛无共，对，对，有的时阵就会冤家，这会当讲啊，加减啊，加减啊，啊，有做这无？我会锁定，我会看。规集拢咧玩家呢，恁3个敢有玩？无，哈，我差点介意，差一点差一点嘛，嘛，但是无。泰哥啊，伊想，到我面顶我泰哥，好，等下听你讲，拉落牵着伊。伊等下互伊讲，然后咧互寒天讲，好，但是吼，我感觉受感动的是，我确实有交到就真好的朋友。真的哦。对，咱即摆嘛会定定会出去食饭啊、跳舞。确定呢，查人的友情就是塑胶做的，你知影？啊，就是话变就变哦无需要啊，咱爱这无需要，就是爱加这。无这是讲出来啊，天啊！哦，我最爱听，哦，这集听啊都爽诶！我上爱听这种诶，这无需要，所以加出去食饭。阮等下会去你的 IG 看讲哦，这假啊！无啦，嘿生气。对我来讲咧，上困难的嘛是大做伙的部分。听讲你有真侪话要讲哈，嘿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最需要大家的空间的人。你爱人就对啊。嘿，跟我还同款呢，我哪嘛爱人。有我困的环境，我嘛就要求的。所以咧，柯慧文就是住伫我的面顶，我伫咧伊的下骹，对，伊逐工哦，拢会有物件落落来，头哈，毛、饮料、衫饮料摕去冰床顶， ，yes，安尼破落来哦。夭寿，你讲规个安尼破落来，迄车倒安尼，迄个毋知是囥几工的哦。夭寿，你确定伊甲你无熟？伊是加讲啊，无说的，结果大家就讲啊，我在囥3工，我在甲车落。到泰国的，还有伊的眠床间就乱呢。这样敢有相片会使看哈？到时阵你有偷看翕无看这幕，看这无我拢有甲录起来。你有甲录起来哈？哦，安尼阮就袂使逃房啊！你来看伊一哦，我真讲袂出来。你安尼讲出来，到时阵回问你会烦恼讲交袂着男朋友无？我会惊阮爸爸会看到，伊会讲我会嫁袂出去。但是你住伫恁兜，恁爸无看过你的对啊房间，对啊卖骗哦。毋是伫咧房毋是啊，但是伫迄个所在就较细啊，物件就足多啊，我嘛无法度啊。
意思是讲因屏东的厝足大，厝足大啦，是啦，要死跟停车场同款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泰哥。就靠大给有讲话啊，大家物件拢足济，就你会安尼，大家拢袂安尼。真好听，咱这集节目真好听。哇！一个水水的查某囡仔，房间太过干那啥咧？这较定会使播，你连讲会使。听讲有的大学女上嘛是安尼啦。对，啊，你的困难就是跟他带做伙尔，吼，韩兄你跟他讲着带做伙尔呢。嘿啊，我就感觉这是上困难的啊，跳舞啥物，我感觉拢比进一拢较简单。毕竟，就是我会使，我个会使，所以你前三名有无？无啦无啦，我变迄较厉害啦。你这是迄客气吼啦，因两个条面因为恁看袂着因的表情，因两个人哦，一个人因对方安尼互相进来进去哦，建武伫边是一个做无奈的表情，讲恁就是安尼，恁知影我偌忝啊？无对，你是毋是着即个表情？你是毋是着即个意思？对无？我就是安尼，我读出你的空两个气啊人！都我安尼安尼。已经1个月啊吼。你两个人三个安尼，你着安尼啊！我到时夭寿的甲9个查某人拐做伙，我这嘛是无法度啦。哦哟，就恐怖的呢。咱两个可能会起笑。大家啉酒。这部内底有啉晓得对。无啦。啊，我佮补充一点好啊，就是上困难是，因为啦啦队是在跳舞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阮的主题曲就是已经听到要烂去啊，迄个舞已经一直练，因为阮老师嘛，教阮跳舞的人，迄个老师，伊就是讲你的手，嘿，你的镜头啊，弯起来啊，直的，就是大家人角度爱。真正足相像诶，啊，阮逐工就是一直跳到烂去就对啊。真诶，听迄条歌，迄目睭开拢会当跳啊。听着迄条歌就是要吐啊，你咧困哦，啊，你放落身躯就动开啊，真诶。啊，是困一下放迄音乐，你是身体就动起来。你是迄个红鞋啊，我爱伫边跳诶，喵喵喵喵喵，因就开始叫。你有甲红鞋同款的对？真正差不多安尼。咱会放一个可能咱会开始跳。即马可能有淡薄袂记啊啦。安尼，要注意啊，要注意啊。就是因为跳舞真正就辛苦诶，因为就是亲像绘本讲诶嘛，10个人拢是无共诶背景，所以你爱练甲相像，真正就困难诶。哦，看迄预告片会当看到老师徛伫头前，讲迄10个人爱一个动作，10个人爱一个动作。对，啊，熊出现一个鸟鼠啊赛你，这么个意思？你错甲看啦！哎呀，放开，你莫讲话啦，人都毋知影是你啊！我会讲哇，绘本毋知你看啥哦，结果你讲话啊，听到没有？你有听到无啊？对啊，老师伫咧听前讲，袂使家己跳家己的尔啦。对，就歹。迄有收着啊，收着。伊敢有摕手册啊，甲你笑。笑嘛笑伊呢，袂当笑啦，笑我尔啦。盖搞呢。哦，这个节目听起来真正好看啊！对啊，是景的节目，啊，佮拢讲台语的，互人真期待啦。好啦，今年啦来甲工商服务节啦，咱到底是当时播出啊？播出的时间是12月13开始，每礼拜六按时8点，14台 YT 嘛有直播，短台语台播出了嘛看会到。哦，厉害呢！有，慧文，你有感觉讲你来上阮的节目了后，就是台语有进步无？小可啦，讲无够济，体拢够啦，好啦，莫个咧，进步就侪啦。你啥啦？一直卡痰哈？你讲你啥啦？你是毋是加规哈？就是想到这一个月代志，就想要考，回想起来，你爱考啦。好啦，听讲伊拢做爱表演的啦，伊唱歌者啦，来啦，这样唱15秒啦，唱一条台语歌啦。肚子都紧的啦，我无法度。你先，你是上高的绘本，上高的考绘本，我先来表演来，你要唱啥？讲者。你看，因拢甲我欺负啊！然后因为拄则迄，我看到韩兄甲伊迄头脏咧，讲来啦，你上高啦，伊甲伊脏咧，拄起迄麦骨头前咧，我好看的啦。你想咱今日无录影？好啦，我唱一个我上介意的动作，对，迄歌词。好。当再来才叫要将舞台，心里也起世界全世界。伊讲无爱。
啊，但是嘛，唱歌足爽的。啊，你要唱一寡毋是菜价无？哎呀，给拜拜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话你，你你女团呢？你要唱一寡迄毋是菜价的歌。一人唱一段就好啊啦，女团的紧唱一个啦。女团唱一下台语女歌，团的，阮这节目悠闲，你莫安尼吼。我无多啦，你无弹嘛，你会当唱啊。我是救完呢。对，你做想要唱的吼？然后咱后悔不维唱文应该是真爱唱歌。你唱的，你唱的。好，我就改迄苏打绿迄无眠，因为有一个对。好。今仔日为牛那遮尼光，照着阮规暝拢袂当困。你敢15秒尔，你要拄连头毛拢无许，伫你的心肝内，是毋是阁有我的存在？永远拢袂。安尼会使无 ？OK，因为我拢有准备啊，随 Q 随唱啊。哦，所以就是建舞甲韩香无准备啦。这组人你有听到啊？经纪人有听到，甲伊扣钱啦。你准备好啊？我无要唱啦，好啊啦，这无得安尼就好啊啦。想啊，听阮节目伤长啊，吼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吼。听众朋友啊，若想要看影像版的因三个人伫遐吵吵闹闹吼，一定要锁定咱14频道啦吼。你的节目叫什么名？恁拄则无讲到咧，要佮讲一遍无？咱是菜椒啊 ，Nice Play。水，继续会啦，记得要该看到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做门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